大家好，有我次郎啊，記得訂閱我哋頻道啦。我哋成日嘥好多人力物力去做噶，咁就所以希望大家多支持啦，先訂閱咗先啦，咁就係啦。呢條片就係講 AI 俾呢個貼士啊，俾呢個入位置機率嘅碼嘅，咁就個做往成績都好穩定噶，咁都超過一半入到前4咁樣嘅，咁就希望幫大家啦，咁就篩選方面咧就可以有啲方向啦，有啲選擇啦，係啦，咁就事不宜遲，呢即係講第一場啊。第一場咧，第一隻係2號嘅閃耀威龍39%，第二隻係6號嘅朗日雪峰36%，第三隻係5號嘅添喜運34%，第四隻係3號嘅精明選擇32%。第二場呢，第一隻係1號嘅銳一38%，第二隻係2號嘅線路萬里36%，第三隻係3號嘅美神來34%，第四隻係6號嘅快樂老窩32%。好，到第三場啊，第一隻係1號嘅天時名區啊39%，第二隻係5號嘅川河營區啊37%，第三隻係2號嘅飛騰追35%，第四隻4號堅有利34%噶。第四場啦，第一隻係1號時尚歡欣38%，第二隻係9號長隆區36%，第三隻係12號嘅龍城強將35%，第四隻係14號嘅標誌多多34%啊。第五場啊，第一隻係10號嘅有你有我39%，第二隻係6號嘅拉合爾37%，第三隻係11號嘅加州本事35%，第四隻係3號嘅友情友誼34%。到第六場，第一隻係4號嘅準輝煌39%，第二隻係13號啊海船幸運37%，第三隻呢就係1號嘅美麗邂逅35%，第四隻就係10號嘅天天更好啊34%啊。第七場啦，第一隻係2號包裝伯樂啊41%，第二隻係3號嘅狀元及第39%，第三隻呢就係4號嘅英雄豪傑38%，第四隻係7號嘅精彩福星37%啊。到第八場嘅第一隻係12號嘅自跑得41%，第二隻係7號嘅精英雄心39%，第三隻係1號嘅超超比38%，第四隻係5號嘅電信巴打37%。到第九場嘞噃，咁就第一隻係3號燈膽將軍41%，第二隻係5號嘅寶進78%，第三隻係2號嘅彭財37%，第四隻係7號嘅運高八斗36%。好，到第10場啦，第一隻係4號嘅君子傳承啊40%，第二隻係8號嘅農民邊影39%，第三隻係3號春風萬里37%，第四隻係11號三江飛輪36%嘅。咁記得啦，賭馬就冇必贏噶，記得小賭怡情，開心賽馬。咁最緊要咧就幫手訂閱我哋頻道，咁我哋都要有啲動力去做噶。咁係啦，希望多支持先啦嚇。如果唔係就少啲動力就做少啲片噶啦。係啦，記得支持我哋啊！訂閱嚇，多謝晒，拜拜。